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8章1到13节，以及10章19到33节。和本圣经在第236页以及23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我们仅攻读8章的1到4节、9到13节，以及10章的23到31节。哥林多前书8章第1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第9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们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第10章19、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以上。前本堂正牧师来讲到，题目是无愧的良心之软弱的良心，软弱的良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福气来敬拜你。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有4个礼拜做灵命的操练，我们要学习那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去年已经学习了清洁的心思，我们今年要从无愧的良心来操练。求神你赏赐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也要与主同舟，我们也有成人的洗礼，我们为此都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我们要再次的跟神、跟主耶稣再次的连结。感谢神，你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求神祝福在我们今天的领受，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遥控器给它点起来。谢谢。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将灵命操练，我们本来是一次是2个月一期，我们就改成是2个，我们改成是分成2个月，5月跟10月，我们有灵命的操练。去年我们操练的有关清洁的心思，我们根基的圣经节乃是这边所讲的。耶稣的大诫命呢，要我们要爱神爱人，那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总纲，就是十诫是什么？它的背后就是因为一个爱。那爱到底是怎样？我们都想要爱人啊，我们想要爱神啊，但是为什么常常会有软弱，常常没有办法做到呢？原来这个爱呢是要怎样活出来，不是只有嘴巴讲讲就好。我们有一个经节可以帮助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他这样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所生出来。这边告诉我们3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有清洁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第三个要有无畏的信心。那去年呢，我们已经开始，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系列中间呢，我们准备用4年的时间来谈。第一年我们就谈到清洁的心思，第二个是今年就要谈无愧的良心，然后再来谈无畏的信心，跟最后我们就有纯全的信心。那我将它的英文写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啊。是清洁的心思讲是 pure heart， 那个非常单纯的，这是在我们去年已经谈了。今年我们要讲的是 good conscience，conscience 是良心。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什么叫做良心。它是好的部分，而不是不好的部分。然后明年的话，我们准备 sincere faith， 就讲那些没有虚假的这些信心到底是如何。将这3个我们都经过操练，求主帮助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盼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纯全的这个爱心在。所以期待我们通过每一年1个月的这心思的重建呢，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心灵健康而且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去年讲过说，我们是为了要有清洁的心思，我们对付了4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不信，我们用多马做例子来讲到这个多马怎样子的怀疑，要亲眼看到耶稣，他才要相信。后来耶稣怜悯了他，耶稣告诉他，不信的人，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人。那时候对这些不信的，要如何去对付这不信的人，原来是用爱跟真理来医治他。讲到情欲的部分呢，我们讲到人都是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这些事情呢，在大卫的身上呢，我们就看出来了。那大卫他有这些情欲呢，但是后来他犯罪，然后透过先知拿单直接在跟他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悔改了。所以告诉我们，有情欲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悔改医治来对抗这个情欲跟污秽。那讲到有关休祭的事情呢，我们就提到这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好几个丈夫，她的白天不敢出来见人，她在人少的时候才出来打井水。这个事情里面呢，后来耶稣就告诉她，把她的这些罪的事情点出来了，她就敢去面对别人。原来休祭的部分是要用接纳来医治。然后在最后论断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约瑟的他们的弟兄们，后来他们将约瑟卖掉，没想到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这个宰相，他就怕父亲死掉之后，他怕约瑟会来报复。这时候约瑟他用怎样？他用饶恕来医治了他们这些弟兄们的这些以前的论断的这些事情。从这几个议题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我们常常会有怀疑的心，我们常常会有私意，会有情意，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情意，是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意、眼目的情意，还是我们常常会有休息，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觉得愧对的人，还是这样，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安等等这些。或者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我们怎么可以论断别人呢？像如果这些都是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清洁的心。要如果能够回到有清洁的心呢？刚刚已经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有用爱，有用真理，用悔改，用饶恕，用接纳等等，这样来医治了这个清洁的心。所以这是我们去年所学到的。那今年我们要看无愧的良心呢？我们要学习哪几样？我们要透过4个礼拜，这4个礼拜呢，我们用的议题是这4个。第一个，我们要对付软弱的良心，这是今天所要讲的。下个礼拜我们要讲要建立起敏锐的良心。在第3个礼拜我们讲我们就要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呢，我们就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当然，这几个名词都会有所解释。什么叫软弱呢？什么叫良心呢？那敏锐、清洁、无愧，到底是要做到怎样子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简有经文呢，是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他们谈到有关吃拜偶像的东西这件事情，来看见呢，我们以这为例子呢，看见我们都有软弱的良心，那它带来怎样子的影响？同时，我们要如何去对付它？盼望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良心呢？我们常常都会讲怎样，我做事情是凭良心，我做人呢，你常常劝别人，你做人要有良心啊。最近我们看到社会的新闻，常常讲到车祸的事情。昨天有发生一件事情，
撵过一个人之后回来再撵，要不然撵到死为止。甚至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撵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后续再继续怎样去解决问题。我们最近看到不是有一个什么，他儿子犯的罪，儿子开车撞死人，然后都是妈妈出来赔罪的，孩子讲，大家根本就不理会，你儿子自己都可以出来，为什么不出来？今天电视上还演了这个儿子的相片。在当初在医院的时候照了相片之后，这边贴一个而已，这边贴一个啊，这边再贴一个，还是怎样？到昨天出来再访问他说要道歉的时候，这边贴了一大堆，人家讲说这是造假的，医生也讲说假令贴这么多，应该有一个网罩把它罩起来才不会掉。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人到底是他讲他有良心要来道歉，真的是良心是这样随便我们每个人自己讲嘛？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要先明白什么叫良心，所以我们先将良心定义一下。良心到底是什么呢？良心第一个，它是一个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是非善恶到底是谁的是非善恶，我们自然会去讲到。我相信每个人的论断都不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个是共同的。所以第二个是讲的，它是有普世性的共同的标准，大家都看为一样的，并不是说你看 OK， 我看不 OK， 这样不行。但有没有这样情形？有。因为这是因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文化，它有特别的这种评量在。我们可以想想看，到现在还有发现食人族的地方，在食人族的地方，他们吃人是不是这样？他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啊，这是他们没有食物，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保护自己，所以他说不定认为反而是一好，杀了人越多，吃的越多，你这个是越是一个勇士。有时候会有一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这些错误的观念所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适应生活而产生的。我记得我们现在都已经跟大陆就已经做很多的这种生意了，这是最近几十年都是这样。那牧师在好几十年前，他们20年前就已经到了大陆去，那时候我做的是电子英汉字典，准备要卖给他们，然后那边要找一个代理商。啊，跟好几个代理商谈一谈，就这个代理商应该比较不错，我们就把一些都已经谈好条件，然后就把一批样品就留给他，让他可以开始去招这个生意。回来之后，什么音信都没有了。后来才渐渐了解到，原来大陆里面他们的道德观跟我们不一样，他觉得我有本事骗你钱，这是我的本事，没有什么对错，这是我有能力可以骗到你钱，是你太笨了。他们的道德标准有可能是这样，但现在我相信他们已经改很多，因为要是继续用这样，没有人敢跟他们做生意。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某种文化的背景之内，有时候会有一个对他们良心，他们觉得良心，他们不会觉得什么理亏还是怎样。所以良心里面呢，一方面是可以辨别是非善恶的一个道德的标准，但因为它应该有一个普适性，大家都认为是这样，但是也有因为地区性的。但是假如是地区性这样的话呢，他们因为应该会改变，渐渐的这些就会消除掉，因为跟外界越有这种联系之后呢，自然就会改变掉。最后这些不是普适性的东西，都会变成是普适性，回到大家共同所认知的这些。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能够察觉到是非善恶的这良心的功能呢，其实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因为它是本能。它不应该受环境的影响，有可能短暂时间是会受影响，但不会是造成永远。其实这个心呢，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良心呢，是对神所赋予人呢，有判别这个是非善恶的本能。所谓他的本能，就是原来就具有的，你不需要去讲，不需要去训练，不需要去上课，你就应该要有的这个在圣经节里面的箴言第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边所讲的人的灵呢，就是讲我们的良心。耶和华神创造我们之后，将一个良心摆在我们里面，当作他的灯一样，在照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想看好了，我们的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的祖宗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果之后，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怎样躲起来了。没有人告诉他你这是对错啊，没有人去指责他，你说，但是他知道，他从他的良心里面，他知道他有一个
判别是非善恶的本能在，而这正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良心乃是一个可以共同来鉴察，到最后就成为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所以良心呢，其实也是回应圣灵的感动，还有责备的这个机制。我说圣灵怎样谴责你，你觉得没有什么，你觉得不会怎样啊？因为你的标准不一样。No， 其实有一个良心是上帝本人就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本人在，也是要领受圣灵他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想想，假如有一个昧着良心，他将他的良心压制下去，你想他可以领受圣灵吗？他昧着良心，他当然就没有办法领受良心，或者是他领受到了，有可能是领受到恶魔的良心都有可能，应该不是从圣灵来的这些良心。所以有关良心，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良心有个人，你每个人都讲说我是凭良心做，但是这良心到底是谁的呢？我们所盼望这个良心乃是合乎神的心意，而且是普世性，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对良心的这个功课里面呢，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我们才知道这样因应之道，因应这个如何有这个道德感，还有圣灵的感动的这部分。这个所谓的敏锐的良心呢，就是我们不要迟钝，也不要好像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都麻痹掉了。我们应该对是非善恶呢，应该有知道，不过这个事情好像说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我记得不晓得多久之前的时候，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影片，说在大陆里面有一个在马路上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监视器照到一个女孩子被车子撞了。撞倒在地上，旁边经过，他一数，一直数，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数了19个人，人车经过，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停下来看，甚至在这倒的那个人还是故意这样子看，这样子走过去的。最后是一个在清洁一个妇人去把他抱起来，然后去就医，很可惜，经过好像是3天这样，还是一样就过世了。这些人。就是你讲他是没有良心还是没有敏锐的良心，我相信都有，看你怎么看。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对我们来讲，你要建立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一个，你要要有敏锐的这个良心，对是非、对善恶，你一定要跟你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你不要成为一个迟钝，成为一个已经麻痹掉的，好像跟我无关的事情就是没有，就没有关系的，管它是对是错，反正跟我没有关系。是这个样子吗？我们要建立无愧的良心。第一个，我们要建立有一个敏锐的良心；第二个呢，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已经开始想要对这四周围你都要敏锐的话，那你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呢？清洁的良心呢，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符合普世的价值、文化情境，并符合圣经真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道德观，有一个合真理来当做我们的基础。我们去敏锐去有一种回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对是错的问题，最后我们才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出来。因为我们已经顺从敏锐的良心了，我们对周遭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有了一个回应。那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回应是有真理当基础，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来行事为人的话，那我们的良心自然就不会亏欠。会有罪恶感在，你不会感到是一个不安的，就是我们无愧的良心。台语翻成无汤接逼，无可指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责你的，大家都公认这个良心是 OK 的，是很好的，是 good conscience。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第一堂今天来讲是软弱的良心呢？因为我们有些人认为说，我的良心没有什么问题呀，我就照这样走。但是要告诉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软弱的，特别是我们的良心的部分，因为我们太自私了，所以想到都是自己，那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共同普世性而且合真理的良心。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先了解到我们软弱的良心呢，是要。这中间有很多是因为我们良心反应过度啊，或是终日惶惶不安啊，然后就充满了罪恶感。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明明知道有这样子的，表面上都讲我的良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我们是有这问题。所以我们第一讲是回来讲说，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都需要有一些非常正确的道德观，非常有合真理的这些道德观，建立我们的良心，还要有一个敏锐性，最后我们才能够走出，才能够拥有活出这个无可指责的良心出来。我们今天所要对付软弱的良心，其实是一个结果，因为你的因是前面这3个。你有敏锐的良心，你拥有清洁的良心，你能够活出无愧良，你自然就这样能够对付清洁的良心。所以盼望我们从这我们这样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找的经节呢，是用我们能不能吃拜过的东西来当做一个例子来看这些事情。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提到这个问题呢，用了2章的事情在讲。第8章跟第10章中间第9章穿插的自由，什么叫做真自由？因为有人就知道，我既然第8章讲说我都可以吃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那我既然感恩就好，我感谢他，我就可以吃了啊，是这样，我是这样子的自由。保罗告诉我第9章 ，no， 这真自由到底是这样的自由？今天不是我们要谈论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只用来谈有关祭物的问题。然后第10章再回来讲到说，既然明白了自由是什么，也明白了祭偶像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来谈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这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不都造就人。这结论才出来。当你要看到这个结论之前，你要明白到前面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今天里面经节里面讲的。他说：“能不能吃这个？自己在面对没有别人在你身旁的时候，你面对有关吃祭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这边至少有3个状况。第一个，你从菜市场买回来，你可能这个好像是有拜过的东西哦。第二个呢，你亲友找你去吃宴席里面，你知道这个已经是拜过的。但大拜拜，我们这常常有什么拜拜啊、罪尼罪戒啊，他邀请你去吃，你明明知道这是已经祭拜过的。第3个。”甚至是在庙宇里面大拜拜结束之后，大家在庙前面在吃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台湾有这样子，不只是在保罗的时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有庙就有这些事情。到底应该怎样呢？保罗用几个经节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知识，这个知识的时候来对抗第1点跟第2点。在菜市场里面买的，或是在宴席里面吃的时候，保罗所用的经节的第8章第4节说：“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讲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这些不管他有没有拜过都没有关系，都是属乎神啊。所以我们不用怕他，我们只要用感恩祷告就洁净了他了，我们就可以吃了。因为自然只有你自己嘛。”你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惧怕，你要就不敢吃还是怎样吗？我们要告诉你说，这是神所祝福，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你只要献上感恩，洁净它，你就可以吃它。但是面对在庙宇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面对庙宇的时候，你在庙宇那地方吃祭偶像的宴席的时候呢，是千万不可的，因为那表示说你在跟偶像在相交。在第10章20节到22节里面讲说，我们不能吃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这是惹主的愤怒。这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这原因呢是说，我们虽然有知识，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自己有知识，我们知道凡物都可以自由的去领受谢恩感领受，但是呢，保罗提醒我们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知识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用怎样？用爱心来造就人。在8章第1节到第2节就已经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知识是所产生的自由呢，需要有爱心来约束它，不然说我们现在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有这样的自由，那不叫自由，那是叫做放纵。自由一定有某种的约束在，任何事情都有一种约束在，而这种自由的约束呢，乃是一种怎样？要用爱心，你就是爱别人，你就爱你自己，所以你不愿意去放纵，你不愿意残害你自己的身体，你不愿意毫无节制的去酗酒，去做什么事情，你也不愿意去伤害到别人，因为我尊重他，我爱他，
所以自由呢，都需要有爱心来约束着我们。而且我们常常也会因为这样，我们就去论断了别人，我们不知道别人到底他状况是如何。所以我们要用爱心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像我们基督徒都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反对，这个事情不应该，我们不应该去拿香，不应该去怎样，不应该是怎样。但是我们知道，有的家族，他们对这事情的没有办法那么样子理解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有很多第一代基督徒都碰到这些问题，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去，但是都跟牧师讨论，牧师也先了解他们家庭的情况，那就会建议他说：你事实上你可以这么做，因为你要求和谐，一方面呢，你又必须要坚定你的信心的部分，你的信仰部分到底要如何？你要是没有事先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你说不定是和谐为重；你事先已经知道，让他们知道你的信仰是这样，那你有可能是要坚持。等等，是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不能很随便看到一种情形，我们就开始论断别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当你有爱心，当你的背景的时候，当你是出于爱心来的时候，你就会这样，你的自由就不会这样子的随便去讲这些话出来。自由不是让你没有拘束，而是要有一个爱心来当做你的约束。所以这是有关自己面对的话，那我们要看。在公共场合的话，你如何去面对这个祭拜过的食物呢？这边有从经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原则，在第10章25节到27节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嘛。但是要是别人跟你讲说，不行哦！你这个东西是拜过偶像，而且你是基督徒哦，你就要怎么做呢？在第10章28节后段到29节说怎样？你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为了你的良心，为了良心这样，你就不要吃了。这个良心不是你的良心，因为你非常的清楚，是对方的良心，对方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就为了他，我们不吃。重点是在怎样？重点是我们知识可以让你得到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能让你怎样？让软弱的人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如果我们因为有知识呢，我们自由的吃鸡肉这个，那些缺乏知识的人，也随着这样子去吃的时候呢，但是他们心里并没有这样坚强，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都是上帝赏赐，而且这是拜过的。那吃的东西呢，它自然就跟这个偶像呢，就有一点相交连结在一起了，它就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我们要知道，在面对有关灵界的战争中间、征战中间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在跟灵界征战，你旁边这些人，他们也在跟灵界征战。透过你的时候，他们也领受到这方面的征战。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说：“啊，那个人也是基督徒，那我根本就不用信了。信基督教有什么用？这个还是这样子的差劲啊！所以不是只有你的问题，你常常会引起别人有些这个属灵的征战中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事情上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讲这个真自由到底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真自由若是如此，我们就得罪那软弱的弟兄，也伤害了他们软弱的良心，也是得罪了基督。所以有吃偶像之物呢，若别人跌倒，我宁可不吃。这才是一个真自由。当你拥有权利，你拥有权柄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愿意这么做，那才是真的自由。否则的话，其他都是叫做妄行啦、乱来啦、失控啦，那是我们一般人所认识的自由。真的自由乃是你真正拥有权，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不愿意这么去做。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今天的经节里面有好几个经节呢，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大家回去的时候，把这几个经节周报上都有印出来。周报上有没有写出来？周报上有印出来啊，这几个经节都很好。在第8章第1节、第10节啊，23章第30节、33节之间都有提到。人讲说怎样？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不是那些律法能够造就人，乃是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还有讲到怎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不都造就人。再接下来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好了。
来第4点里面大点一点，第一个来，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再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可使人跌倒。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这些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再回来看看软弱的良心到底是怎样。原来我们争议中常常是因为我们良心的软弱所引起的，所以我们要面对软弱良心中，我们可能就是那一个，我们可能面对的那个人有软弱的良心。所以其实这个功课中间，你我都能够学习到。一方面自己应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做一个拥有活出无愧的良心；但一方面，我们也为了对方，我们要帮助他，用爱心来造就他。但我们要是那个软弱的人，我们要坚强起来，不要一天到晚仍然是一个软弱，仍然是一个有软弱良心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软弱的良心呢？这边告诉我们有2点，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真知识，还有我们习以为常的，我们认为没有关系。我们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你不明白真理之后，你就会产生会有软弱良心的情形。在第8章第1节的时候，这边讲到，例如说你不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你这败给偶像，其实偶像是在神的掌控之内，因为你不知道真知识，所以你就开始有点害怕，你就开始有一点软弱。所以软弱良心，我们讲就是这样，它有一个不正确，有一个错误，或是一个幼稚的这个良心。那我们看可以受到传统或是习惯的约束，而受到过去宗教行为的影响。例如说，我们因为过去拜偶像呢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习惯了吃拜偶像的东西。因为有这样子，所以就造成我们良心常常会有受到谴责。牧师有曾经碰到一个 case， 不是在我们教会的，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执事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应该是执事娘哦，结果后来换到不是，因为他的太太呢不是这一位，而且他没有离婚，这位是他原来的会计小姐，后来他跟他也就两个没有住在一起，然后他就跟他这一个会计小姐在一起，然后我们晚期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夫妇。后来我才知道，我就找他来谈。我说，现在我知道你们的关系，站在我的信仰的教导里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件事情要有所悔改，而且要有一些行动出来。你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你就是这样，你要跟前面那一位太太，你要跟他离婚，然后来娶她，让她证明，这样才是你负责任的态度。不然的话，你就是要离开他，你要回去再跟你原来的太太要能够继续在一起。他跟我讲的，他说以前的牧师告诉我说，这是信主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没有关系。我说我不知道以前牧师怎么讲的，因为我没有听到，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你在信主之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你那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什么，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应该知罪才对，知道这是对，这是错的。既然知他的对错之后，你就应该去面对他，在神面前你要做悔改的动作的。他不断的告诉我，前面的牧者告诉他是这样，所以他认为他没有什么错。后来我就为他祷告。自从那一天之后，我们见到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讲过，我都会跟他打招呼，但是他从来都不面对我。甚至我们在做礼拜，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坐在那，眼睛就闭着，从进来到结束都闭着眼睛。我自己觉得看得蛮难过的。那我讲这个例子不是要谴责他，我是要告诉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包括说我们所领受到这是错误的理念，或者是因为对自己有利，我们就把错误当作是真的吧，就一直相信是这样子。这都造成我们信心软弱的，这造成我们的软弱，然后让这个魔鬼有机会可以来攻打我们。这其实是应该非常小心的部分。那我们所以软弱的良心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自然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污秽啊。例如说，我们以为吃
吃拜偶像的东西，我们可以领受从偶像来的福气啊，或者是我们会放纵自己，继续停留在错误的观念跟行为中间，以至于继续跌倒跟软弱。我们继续错误的观念，就是刚刚所讲这样子，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可以面对别人啊，好像是牧师所讲的话，就是真理一样，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保护符一样。我们良心就受到了伤害，我们受到了论断，例如别人就视为是一个没有知识说我们是一个放纵的，我们就继续受到了伤害。或者我们良心会不安，事我们就开始会查究，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自己良心没有正确的这些观念在，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过度的敏感，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其实我们在信主里面，我们是真自由是哪一种自由？是不受到这些灵界这些的打击的这种真自由在才对。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跟窥探别人，甚至我们用不合己意的，我们就进一步来毁谤他。例如说，我们看到别人，我们自己不吃，但是别人吃，我们就开始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就继续有论断的事情来产生出来。其实良心乃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标准都应该一样，但是我们刚刚讲过有一些特例在，神自己知道，神他自己知道，他能够，我们只是要为他祷告就好，我们不应该自己以我们所知道的来去论断，来去议论的别人。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帮助别人呢？有这个软弱的良心呢？今天的经节有很多人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用爱心来造就他，使他知识多而又多。就越知道真理呢，他越能够明白。我们要用谨慎的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要做一个坏的示范来误导他。就像在庙宇前面吃的话，人家觉得他也可以吃啊，那我们也没有问题吧？但是他所知道跟你所知道的并不一样。那无论做什么事情呢？如果做什么事情呢，让他跌倒了，我们就宁可不做，因为圣经节告诉我们，吃也无益，然后不吃也无损啊。然后第4点呢，是告诉我们说，要做让他有益处的事情，凡事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来着想。我们要凭着知识、真理来行，在信心中间的生活呢，不要因为良心不安就事事的来探问。我想这是原则，而且是些观念。重点就是你要回到当你有清洁的良心，当你有敏锐的良心之后，你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你自然就不会有软弱的良心。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是消极的去对付，然后消极去对付软弱的良心，但你一方面要积极的去建立有一个敏锐的良心，你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就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结论来看呢，我们要去除圣经中所讲的那个法利赛人他们这个软弱的良心，我们要去除他们法利赛式的软弱良心。他们常常自以为义，常常就是只有他们是最敬虔的，但是他们表现出来其实就是一个软弱的良心。他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们在安息日里面去吃麦穗，然后主耶稣在安息日来医病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怎样？这是里面犯了摩西的律法，而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意义。摩西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受到传统宗教习惯的捆绑，就开始是论断，开始去批评。我们所看到的是，因为他不明白真正的良心，有合神心意的良心到底应该是怎样。我们需要的是要去除幼稚的软弱人心，在知识上要成长，在信心上要成熟。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14节告诉我们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奥，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有软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开始这样，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不再成为那个软弱的有软弱良心的。我们不再成为对圣经的话语我们都不太懂，什么事都要问的。一开始是这样没有错，我们都是吃奶的，但是不用念吃奶啊，你要长大啊。所以你要常常我们有成长的课程，你要来参加。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的研讨事情，回去就好好的温习。我们在看每日研经释义，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就参与。
每天读圣经的话语，你浸泡在上帝的话语中间。上帝的话语是怎样？它能够使人通达，能够使人知对错，能够教导我们。在提摩太后书3章第16节就这样告诉我：神的话都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出来的，以教导督责都对人有益。既然这样有益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去读呢？你读了之后，你就长大成人了，不再是一个吃奶的这些婴孩了。这样之后，我们自然就会不会有这个软弱的良心在。我们宣告呢，圣灵呢要帮助我们，使我良心健康，习练通达，使我们能够明白又活出真理，又能在爱中来造就别人。那这个礼拜呢，这连续4个礼拜我们都有小组的时候呢，请我们看在圣经在我们周报里面第14页。第14页的地方呢，是有我们这个礼拜中间的灵修经文。我们盼望呢，这每天有一天啊，你甚至不打开圣经其实都可以，这上面都完全写出来了。经文是什么？然后念完，然后就默想。每天这个花不了1分钟，你就可以看完。但是你可以读更多的话，就读更多，思想更多，思想更多。盼望在这个1个月中间，我们好好的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操练起来。如何能够生出爱出来呢？爱是由怎样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今年在学习无愧的良心，怎样是一个无可指责的良心呢？你必须要有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然后你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合乎圣经的良心，你就能够活出无愧良心。但是你要去对付我们原来人的软弱的这个良心。盼望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小组中间呢，都能够成为讨论之后，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这边有3个题目呢，我们摆在第14页的下面。有问题思想呢，那我们就分享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知识真理呢，在你生活中的帮助是什么？我们在教会中也可以常常看到有软弱的良心的例子。我们不是要去论断他，而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忙呢？帮助他，然后我们分享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良心软弱的经验呢？盼望以后我们在发生类似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它，如何去处理它？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决心，能够在这个夜中间好好的做灵命的操练，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